電箱嘅位置咧，通常會安裝喺近機房入口嘅側邊牆身，而且係離地至少600mm，仲唔可以靠近所有帶水嘅管道添。喺安裝之前呢，就要先喺牆身將有關嘅掣箱、線槽同埋燈喉等 mark 好位 ，check 下所需要嘅空間係咪足夠。跟住就將配電箱平直咁裝喺牆身上邊，掣箱、線槽同燈喉之間就要用梳結同埋杯繩嚟連接。線槽嘅過線坑要用唔少過6mm嘅絕緣板剪好，做足晒咁先叫做完工噶。當棟樓平晒頂之後咧，燈喉、槽、疏西裝好晒，咁就可以安裝回流排槽、總電位接地線、回路保護接地線同埋電纜啦。嗱，當啲工友喺搬運回流排槽嗰陣，記得要小心啲，唔好將個回流排槽喺地下拖住咁行，因為咁樣會好容易整傷外殼同埋內部嘅。而安裝咧，首先就要用固定嘅魚絲嚟做垂直或者高低水平嘅參考，照住製造商嘅指引安裝支撐架。安裝接口之前呢，接觸面必須保持乾淨，仲要做埋絕緣測試，跟住就可以將測試合格嘅流排穩固咁安裝上去。整條組合好嘅回流排槽一定要平直，然後先至可以用磅尺，根據製造商指引收緊螺栓。如果遇到有伸縮縫嘅話，咁就要記得安裝埋伸縮配件就好啊。而編埋插入式嘅接線箱嗰陣時咧，注意周圍要有足夠嘅維修空間，兼且回流排槽係唔可以靠近或者橫跨任何水喉同埋喉管之下噶。最後仲要喺回流排槽過牆同埋地台嘅罅隙填塞防火物料，咁樣先至係真正搞掂噶。總之工序做得企企理理，金雲仲唔係至叻係你？都係跟炳叔你學嘢啫。炳叔講嘅嘢梗係值得學啦，但係其他專家講嘅嘢都唔可以忽視嘅，有請專家。但更加要注意在安裝期間，接駁好嘅回流排要做好保護，避免水同沙塵積聚喺接駁位，引致日後發生問題。記住啦，國強又到你啦。安裝總等電位接地線呢個工序咧，就係將其他系統，例如消防、供水喉、煤氣嘅總喉、防口配電箱、避雷系統等能夠導電嘅部分連接而成為一個等電位地帶，而接地線嘅接面積一定要符合供電條例。冇錯啦，回路保護接地線可以係獨立嘅銅帶，或者係電纜嘅鋼絲、線槽同埋懸水燈喉。咁至於膠喉同埋軟喉就要安裝獨立嘅回路保護接地線啦。回路保護接地線同埋等電位接地線都要連接到總接地等上面嘅，而接地帶通常都係鍍石銅帶，而且仲要用銅帶碼平直咁裝喺牆身上面，碼同碼之間唔可以多過1米。安裝電纜呢個步驟又叫做放線，所指嘅分別係喺疏西同埋線碼上嘅明線、線槽同埋燈喉嘅暗線，同埋鋪喺地坑或者地筒嘅地線。電纜鋪設嗰陣時咧，電纜應該從纜盤嘅上端引出，避免電纜喺支架上同埋喺地面摩擦拖拉。而電纜嘅切口咧，記得要用絕緣膠紙做防潮封好啊。喺放明線嘅時候，疏西上面要鋪設足夠嘅滾筒，千祈唔好就咁將啲電纜喺疏西上面拖住行啊！而電纜彎曲半徑一定唔可以少過嗰條電纜直徑嘅8倍。而鋪設好嘅電纜就要將佢哋紮緊喺疏西或者線碼上邊，紮帶或者線碼之間嘅距離一定唔可以多過1米嘅。而且每組電纜之間仲要留有適當嘅距離，咁樣就包妥當啦。咁當啲電纜要過牆又或者過地台嗰陣時咧，就一定要穿過預留嘅套通，而電纜與套通之間嘅罅隙咧，就要用防火物料封好啊。而暗線呢，通常都係尺寸較細嘅單膠線，穿線或者放線之前，應該喺燈喉或者槽內
穿一條引線嚟將導線穿過。嗱，所穿嘅電線數量就要遵照電力線路規例嘅指引嚟做先至得㗎。線槽入邊嘅電線仲一定要整齊咁紮好。記住，唔同電壓同緊急供電系統嘅電線要分別安裝喺唔同嘅線槽或者燈喉裏邊嘅。至於藏喺地下嘅電纜咯，就要採用線井同埋膠桶嚟鋪設；而藏喺車路下面呢，就要轉用鐵桶。記住啊，線井之間嘅距離係唔可以超過10米，而改變方向嘅位置咧一定要有線井，而膠桶就要埋喺地底至少900mm深，管嘅內徑就唔可以少於電纜外徑嘅1.5倍。